继续要带大规台湾来行透透，新正年宜兰团结中心特别有过年的气味。今年古仔灯节会当欣赏到规台湾，敢若恰恰有百家姓古仔灯壁，消费满额就会当抽 iPhone。一年一届大出去就是跋杯比赛，在新正年车市上场，现场送南洋出名书法毛笔家大北的春联，少年线跋上届侪上杯的冠军，就送你飞去夏威夷。 今日记得旧年传统艺术中心办的跋杯比赛，冠军的阿弟啊，甲30万的奖金摸回去。今年宜兰团结灯会嘛，按照过去办跋杯比赛，今年的冠军是要送你去夏威夷佚佗。评审愿意来拿的我就写。 宜兰传统艺术中心，香港是全台湾上有过年气氛的所在。单年灯会拢闹得滚滚，今年唔有跋杯比赛，佮邀请有名的南洋书法家伫记者会现场写字，留一百金翅贺岁、福寿安康的春联落来。参加跋杯比赛，就有机会会当甲赢回去。今年的团结灯会，佮有特色百家姓古仔灯墙，民众会当甲家己的姓吹出来，翕相拍卡。 除了百家姓的灯笼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的灯笼，包括跟老师傅合作的灯笼，包括跟宜兰监狱收容人合作的灯笼。我们很希望让全台湾的民众，甚至来自世界的游客们都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美，然后有传统文化的孕育的一个历史意义。 活动为正月25办到3月7日，伫园区内底买满880块，就有机会会当抽到免费的 iPhone。过年来团结耍，顺耍试一个运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